下出了车站，他提前100多公里就下车了，就去那边找到了关帝庙，然后呢，当义者就在那边红展开来了。你说他下出车站吗？也算是，可是冥冥之中他有那个心愿，就引导他到那个地方去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负责好几个4个府，比他大好几倍。而是他说是吉府的守的巡抚啊，为什么呢？管了好多地方，所以说这个特别觉得啊，修道无师傅，办道无师傅，教徒刚发心了，刚发心的。什么人最厉害？不是口才很厉害，是诚心的最厉害。你说，乔正良是我是自己人，说外财没有外财，说口才没有口才。他现在在帮我发力，我跟他说，关错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我还听得懂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这样子可以办开了，他给我什么？一颗赤子的心，一个愿定，一个愿定。还有我们那个，我们讲到这里啊，我那个黄金黄点老师，他出国，他爸爸不同意，磕头到，老祖师对他笑一笑。第2天，黄爸爸见面第一句话，阿 Ken， 你不是会恶名跟起啊？180度转变，所以磕头有用啊。这个先有保护啊，靠山，这个靠山就是我讲，我们郑和7、8年10年前我们拆了，开始盖在筹备的时候，就担心糟糕了，这么大一栋，应该要花很多钱，钱在哪里呀？有一回老师自己主动说要跟我聊天，这个很大的福利朱良师啊，你负责啊，我要跟庄司长聊天，特别 special VIP 哦，坐在了促膝长谈20几分钟。我说问来他们讲我们这些特别的待遇呢，天南地北所有的国家咱都问，最后我记得我很清醒，老师弟子心头有一颗石头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这么要重建你也知道啊，他钱从哪里来？拍了一下头，沙洲尔。金主为师帮你找好，做一柜很磕头，很娘气，你知道吗？看完了好，我出去了。第2天，我恨我自己，那么笨，怎么没有问他说那个金主是姓赵还是姓李还是姓杨？都没有问，就磕完头了，糊里糊涂就磕完头，钱在哪里呢？结果钱在这里，看得到都是钱。所以各位可能都是金主，原来我们担心是白担心的。这个讲到这里，我真的很激动。你有善愿的，天理成之。我们如果说当初要花2亿盖这一栋，不包括地，谁敢？没有人敢。老师帮你打包票，我帮你找好。所以天人是的啊，这是最大的靠山。有路有心就有路，不怕没有路可走啊。还有或者说不自在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强盗村不见了，强盗村不见了。这个你看这些强盗，里面很多强盗天课啊，陈春成的历史啊，这是最大的显化。还有改造命运，这个李爸爸，他是个校长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跟我说要恕苦，然后其他话就不要说了，他说这个年轻人啊，信就好，不要太迷，就他勉强一辈子才求得到。就第2年我们要去开完会，就他这个儿子傻乎乎的。李浩轩刚来开完会，2个是开完保会还是先送我爸爸去开刀？我说笨呐，先送去开刀。我说老师拿过去，5个人进去，都是刚来的，他1个人抬出来，走出来，死掉了。他哭着讲，原来是道是真的。我老师说，你不是叫我不要太迷吗？我不好意思开口，他哭老泪中了，这个道是真的。为什么是真的呢？我这条命是老天救的，因为我儿子在行宫疗养啊，我沾光。我每天一醒过来，就看到观音菩萨站坐在那边照顾，每天都是这样子，5天就出院。所以说这个是改造命运啊，你爸爸。还有